屏东西仔乡北里龙山最近是崩山崩真大片，加在公所讲，这崩山的地点离部落也真远，无人伤亡。另外，江浙家己山区嘛，因为落大雨有土石崩落来，即阵这风台是要来啊，真侪顶会受灾户拢真烦恼。还在火，还在火，还在火。轰隆声音为远的山头传来，部落居民翕到惊人的场面。屏东县西仔乡北里龙山北陵东边发生大规模崩山，连来土石也造成山区土粉蓬蓬涌。那个离部落还很远的，那边没有路，那个在山顶上面。村长讲，当地伫这礼拜会当讲，逐天拢有浪磅性的落雨。乡村气象站也记录到，乡村半岛今年7月累积雨量有记录以来的第2悬，落雨天数21日。这几天都是间歇性的啦，这几天都可是一下都下很大，好几天已经有1个礼拜多了。公所回应，崩山所在位于偏远山头，无造成人员伤亡，会找适当时机去现场查看，敢是造成崩山雨。落雨情况也予家己山区成灾。家己县府表示，19下昼受大水雨影响，关到永湖救架线大约28公里的所在，甲阿里山乡、甲129乡道18公里的所在有大量落石，也捌造成道路封起来。20县府已经派2台怪兽清除，有计管道永湖救架线会当恢复单线通车，只是阁有风台要来。南部山区恐惊出现明显落雨，也予进前因为丹那些风台受损等严重的受灾户，阁一摆心惊惊。他安尼来会烦恼无？哎呦，安怎讲？哦，这会惊咧，这等会这道咧皮死啊一个，哦，这大家都会惊咧。这间民家厝顶伫7月丹那些风台来的时风吹走，先用篷布遮着，电表落落来也还未修好。为着影响着要到的风台，也只会当先将物品贴悬，搁准备大桶接水来运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